滅之間，我仲以為係錯覺。夜錄影太頹睇我驚懼，每秒都好似有人睇我呼吸，閃避都無用，黑暗會追上。鏡頭裏面邊個用雙眼偷望？冷氣貼着皮膚，像警告我唔准走。節奏開始變得急速，至倒數誰會先出口？聽到金屬微微扭動。